韩国舞蹈剧场新编一出长达20年，这戏出内面唔但有新颖特别灯，甚至把这落地扫的表演形式搬上舞台。这回也有和现代舞蹈合作，要让大家看到传统艺阵无同款的面貌。 表演者穿特殊的服装，兼结合七组戏的元素，来呈现特别灯戏剧心内沉闷的精彩片段。台南在地韩国舞蹈剧团，这回甲全台唯一以12生乡做装扮的新颖特别灯，参现代舞者做结合，编一出长达20年的戏出，来讲一段花的囡仔转来家乡找找文化过程，也要让人看到传统艺阵无同的变化。 传统的嘛是戏曲，妻子戏嘛是戏曲，有一寡物件会相共，但是妻子这个物件会搁较济。咱特别邀请国宝级艺师林吴素霞老师来做咱的这届的艺术顾问，观众会当看到传统更加精致的传统的物件，同时伫同一个时间伫舞台顶来呈现。 这个突破性的做法，除了以前特别灯以南管音乐做背景，结合离横动作，也参台人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各乐组合作演出。另外舞台嘛打造成古早时落地扫的表演形态，佮有布袋戏翁仔旧时的共时阵当代演出。搭这个舞台落地扫，这个模型呢吼，这个台啊，伫这个戏台顶来做演出，然后呢，将较早过去吼，咱咧讲妻子戏、做囡仔戏，以及甲咱这个吊尾吼传统的这个心内怎么演出的模型呢，两个结合起来，互伫舞台顶会当更加宽阔甲灵活。为一场演出，29要伫新营文化中心登场，剧场技术总监讲，艺人参艺术拢有多元的表演面向，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侪人愿意接触，也通看到背后的内涵。记者邱大南采访报道。